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圣诗298首，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徛地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64篇第1117页。我来刻，恁来印。亲爱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运数，甲一切完全的运数，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属。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世引起的影。伊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
毋通急话讲，毋通急要生气。这声，因为人会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拿善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袂通救恁的道理，要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法去实行的人，无去实行。无去实行的人，都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欠点的敬虔。咱大家三角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你是阮的上帝，阮要感谢你。你是阮的上帝，阮要尊你做冠。阮要感谢耶和华，因为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今仔日是你圣的主日，伫清早起，阮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俄罗你。求主洁净阮的心，互阮摒空心中所有的污秽。独独接受圣神进入阮的心，主啊，求你的光来光照阮，互阮无论伫软弱中，或者是伫黑暗摇蛇中间，拢会牵调你，依靠你，我靠你，独独自信伫你救阮的十字架顶。主啊，求你开阮的喙，互阮出声学了你，呼叫你。拍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呼唤阮的声；开阮的耳孔，也互阮会当听见主你的道理，甲教示阮的话语，互阮时常会当遵行伫你的旨意当中，保守阮的心思意念，调整阮的脚步，互阮照你的话语说你来行，专心找求你，无伫行伫迷路，离开你的诫命，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赐予阮百般的智慧去面对、接纳阮身边的人，互阮所讲的话，拢会当成做造就人、安慰人、鼓励人的话语，互真理的话无一尽离开阮的喙，互阮常常持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感谢主，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的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圣诞牵手爱无限奉献主日。本会甲市府以及信望爱基金会合作举办圣诞牵手爱无限关怀弱势活动，鼓励兄姐人献每户500块。信望爱基金会伊会相对补助500块，互咱做伙来关怀油厂、敬中、清风、林群里的4级的病户，总共有200户，每户是1000块的礼券甲圣诞礼物，敬请兄姐咱做伙来响应慈善行动。第二，小会公告，同意本会信徒担任新姊妹的成人会籍，转出到高雄中会大拿教会。第三，下主日11月17是大神主日，大神差派胡志超牧师代表学院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姐备办心奉献。第四，本会定伫11月24星期日为
2024年感恩节的主日，咱要举办第一为着救恩来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头前。请关怀的人，恁来带身份证前往排队关怀。关怀的人会当得到精美的礼物、礼券、红果、米、卫生纸。关怀的时段，咱要征召志工，请伫本主日前，小组长或者是办公室报名。第二，同工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本主日前到办公室报名，并缴交见证稿。第二，具体消息，相助会消息。嘉典教会蔡永昌兄弟10月31日蒙主文调安歇主怀，敬请相助会员缴交相助会费。第二，合作社消息社员消费性加利率贷款15万块，利息是年利率3.6%。第二，社员在职军工交警贷款30万块，利息年利率3.6%，11月30日前截止。第三，姊妹牧区定伫2025年1月13到19到东838马沙巴加选，为着要筹备这个经费，计划伫11月24星期日起，每主日上午9点半到12点，伫1楼广场举办义诊义卖活动，敬请兄弟兄姐当关心支持甲奉献。第二，11月16到20，要举办小组长邮轮灵修之旅，地点伫冲绳石垣岛，将要顺道要访问白之家教会，敬请代祷。第四，欢喜的消息，本会庄恩启弟兄、庄信总长老陈立文传道的大囝，甲詹子莹姐妹、詹玉德小组长、单瑞美小组长次女。2025年1月7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伫油松教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东港中道伫金旗盛宴博爱馆要敬备喜宴。男方家长诚心邀请各位兄弟姊妹，若要参加喜宴的人，恁会当伫11月17进前伫招待处来填写出席，填写出席的人数。互因会当备办迄个倒声吼，感谢诸位长姊兄姐的协助。第五，赞美操的消息，阮赞美操已经20档吼，伫11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到2点，要伫敬拜中心举办赞美操20周年数算恩典，欢迎兄姐拥有经济老师也是杨丽萍队长吼来报名参加。第二就是11月份开始，每礼拜三的下午3点到4点要举办儿童读经班，地点伫油松街190号，费用是免费，欢迎杨丽萍队长报名参加。第六，双连牧区因要定伫12月16到17，要举行台东资本温泉森林2日游，费用是65岁以上2个人房每一个人是3200块，4个人房每人2800块，65岁以下2个人房每人3300块，4个人房每人2900块。双连牧区每一人要补助700块，欢迎双连兄姐，请伫11月24星期日前四宝林长乐报名参加。咱只有一台游览车要去尔吼。告解消息，请牧师报告。好，咱也有报名参加高雄中会2024年抄写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兄弟吼，伫11月24，11月24过2礼拜，以前爱完成迄个稿纸爱交到办公室，你若超过这时间可能就袂当甲你收件送件第二，高雄中会上年事工部伫11月23上午9点有举办上年部创立40周年的感恩礼拜，地点伫延平教会，费用是100块，有食中昼顿所以
请咱上年的兄姐会当伫即个主日以前可能美队长来报名参加。以上。请咱先开圣经。小等下，咱即个沙巴吼诶，即个团队吼，要去地选的团队吼，可能有一个底片啊，甲小可有一点仔介绍吼，互咱兄姐会当参加来关心。咱来看即个底片吼，即个。大家平安。咱拄则看的，即个是2年前我甲姨丈老娘去迄个东马来西亚一个沙巴的岛吼，去遐为着巴瑶族，阮有做一个短宣的进前的一个一条路。阮看到遮的时阵，感觉这个所在是足需要福音，这是穆斯林的国家吼。穆斯林的国家大部分拢也无听。也毋捌耶稣啦吼，所以阮去了后，后来有伫迄个所在去到一个村庄，伫遐去到后来，迄个村庄有开一个第二生命中心，所以对旧年开始就陆续拢已经有人，每一个月拢有人伫迄个迄个部落村庄内面将迄个福音传落去，伫迄个所在袂当直接传福音。就是只有会当将咱的耶稣的疼去疼因，就像咱台湾几十年前，美元来到咱中间，互咱牛奶粉，互咱这个卡片，因为安尼来信主，所以当阮看到安尼时，真侪人就陆续就有人捐钱去甲因起厝，咱看见因行去的所在，就是迄种所在，所以阮行入去到迄个村庄，有时行迄路嘛足惊跋倒吼。总是遐是一个足需要福音啦吼。最近
定定上帝一句话，马太24章16章的24节，就是咧讲天国若伫要到，若到的时阵，耶稣就会过来。所以其实咱嘛咧期待主耶稣过来。伫耶稣要过来进前，就爱传遍天下。这传遍天下，毋是有的人无听到，是有的人真正连主耶稣是甲因有啥物关系，也拢毋知影。所以咱明年的正月13甲19，我要去迄个所在，就是穆斯林的国家，遐的人因也袂当直接来认捌这耶稣。所以后来阮头一个就是伫生命中心，已经经过差不多1年，已经1年外吼，有发现遮的人，遮差不多70、80个囡仔了后，差不多半年、1年了后，就甲因带到另外一个所在。遮的人就是因愿意搁去受教育的所在，就会当直接甲因传福音。到差不多8月、9月，已经有差不多正10个，已经有决志要信耶稣。所以这是一个爱真好传福音，就是爱有互因机会的所在吼。所以为着阮明年姊妹牧区就要做甲牧师吼，拢总有10个人，阮要到伫迄个因遐第2个生命中心伫遐来有4天的宴会。了后下晡时，每一天的下晡时，拢会到去因的村庄，将要送一寡迄个礼物，是因的物资，就是像咱以前的牛奶粉等等遮物件。所以阮遮的人拢爱做伙筹资去帮助伊，甲包括阮的飞机票。所以伫这中间，咱的教会要宣告，教会有补助1/3，要去参加的人也家己负责1/3。另外的1/3，就是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参与着做伙宣告。圣经讲，伫头前的，甲伫后壁的，拢要做伙来得着吼。所以希望咱会当做伙三甲来参与宣告的工作。所以阮有计，除了大家兄弟姊妹会当为着阮来奉献以外，对11月24号，就是感恩节迄礼拜开始，大概有5礼拜，阮会伫迄个广场做义卖，还是义剪。若是你需要加头毛的查甫吼，你会当大概迄个时阵，是你先登记吼，因为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你会当登记伫咱的楼骹。剪头毛的人拢是有经验的啦，拢是迄个剪头毛的师傅啦吼，所以咱会当真放心。请大家做伙来宣告，也为着阮来奉献，多谢。请咱掀开圣经加勒泰人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我来共读上帝的话语。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志节，到期未修成，所以也有机会，咱着行好伫正人，伫遐个对神诚做一家的人，搁较着注意。另外伫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到16节，所以着对耶稣常常用俄乐做祭献予上帝，这就是承认主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多多行好，甲三攻击，恁毋通袂记得，因为即号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而乐请妇女圣歌队。
讲道请陈牧师，今仔的讲题是不断结出信用的轨迹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和你个隔壁讲，咱拢是主的宝贝。感谢主吼，咱今日是圣诞吼，牵手听无限的这个主日。这个主日就是咱以这个疫情了，随上疫情了，世界有足大的变化。咱徛起的所在，感谢上帝看过台湾。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生活拢袂歹，但是嘛有是小部分的人生活伫真艰苦的中间。所以，咱毋茫会当伫即个圣诞充满主听的节期，也会当去关心遐个生活艰苦的人。这是主所欢喜的。那刚刚恁今日的圣经讲的，讲咱若有机会就爱大家行好。迄大家就是毋是干那咱吼，当然对神一家人搁较着安尼。感谢上帝，咱伫圣诞的时，咱有时常常教会因缘有担保来帮助咱生活较艰苦啦。咱伫即个机会会当发挥祝福咱的疼心去关心遐个生活艰苦的人。咱今日读的圣经希伯来书嘛，甲咱讲，咱毋是干那用恶乐做者献互上帝其实咱着爱我来用行好即款的奉献帮赞，诚说即款的节来献互上帝感谢主透过即个 TVBS 的新梦爱基金会有迄种的疼心，企业也毋茫基督徒的企业，因会当有一款的心要来帮助这弱势人，所以就因甲教会来发起透过政府的帮助，互咱会当接触到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是政府、甲企业、甲教会共同来合作，来做成这个好事。感谢上帝一当差不多，我看至少这个企业提出5000万，教会提出5000万透过政府的管道，会当一户虽然毋是介济1000块的这个全年的礼券对有需要的人这1000块，我哪会当买真侪物件对因有一点帮助感谢主这是咱今日设立这个主日要互伊这。虽然是一张礼券咱教会若奉献500，这个企业相对个补助500安尼意思毋是讲咱大家拢我一定爱啉500才会使其实咱教会是一个整体，不管你100、200、几百，但是咱安尼奉献咱有偌济咱欢喜帮助这个企业体因也透过这个基金会也会当相对来帮助这帮我参加第3届的亚洲论坛影响力的国际年会这是伫汉来举办11月初5到初8这年会中间有一个专题是这5个公司袂当来，伫美国袂当来所以就武昌教会这个贵牧师伊来代替伫迄个专题中间，伊有一段话感觉互人听了，咱会当更加清楚明白伊讲传福音甲活出福音的这个差别，传福音甲活出福音的差别，拄拄那个亲有迄个约会甲结婚的差别共款一个是行动，一个是关系约会这是行动，但是结婚这是关系。伫行动内面无一定有关系啦，
约会不一定是结婚啦，但是伫关系内底一定有行动。我传口音给你，无一定代表我听你，但是我听你，我一定要将福音传给你。传福音会当干那是讲我甲这个消息来传给你，但是活出福音就是爱将家己予人。你要甲这个福音活出来。兄弟姊妹，咱嘛是共款，咱爱甲咱的信仰活出来，活出来，所以咱才会当结出这个信仰的轨迹。这个信仰的轨迹包括传福音的轨迹、学乐的轨迹，嘛包括行好的轨迹，这拢是对咱的这个信仰所结出来的轨迹。保罗甲提摩太讲，圣经拢是上帝所教示的，伫教示、伫督责，互人规正，教示人学义理，拢是有利的。互属上帝人得到完全，会当备办来行逐项的好事，行逐项的好事。咱捌圣经的道理，咱照真理去行，咱会当行做上帝吩咐咱爱去行的好事。咱今日伫即个圣诞四所爱无限的主日，就是互咱会当免将即个行好的真理咱会当来个实践出来头一项牧师要甲咱分享讲，行好这是咱信徒应该尽的本分啦，这是咱的本分啦。咱人有本分有积分，什么叫做本分？我做老爸，这是我的本分啦。我做人的丈夫，这就是我的本分啦。但是我做牧师，这是我的积分啦。我若做老爸做袂好讲做牧师足困难啦我若做丈夫做袂好，你要做牧师足困难。所以本分是搁较大声咱毋是讲我积分做了足好，本分拢无咧顾，安尼就是叫做本末颠倒、本末倒置足侪人本末倒置嘛，毋知影应该尽的本分拢无尽但是足侪你去做的可能甲你的本分，你本分先尽了，你才来尽积分。兄弟姊妹，咱看这那小事，但是这是大事足侪人是忽略了本分想讲伊要做这样做一样，但本分都尽袂来所以行好，这是咱的本分对咱的信仰来讲行好，这毋是讲咱咧做，这是普遍的伦理道德的观念这毋是讲我有信仰甲你行好，别人嘛咧行好我阁无行好我比别人阁较不如我就阁较差所以咱的信仰是咧关心人灵魂的得救但是咱毋是靠行好要得救，因为圣经讲无一个是好啦，无一个好，除了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虽然你的好所行，毋是你得救的保证，但是你的好所行却是什么？你得救的见证，你得救的见证。兄弟姊妹，咱已经信主得救，咱就爱行好这是咱迄个信仰的表现这就是咱信仰的轨迹。行好就是信仰的轨迹，毋是得救的保障，但是是信仰的轨迹。伫圣经有记载一个儒道叫做道家大比代，希腊话叫做道家。圣经讲伊行足侪好事的，去帮助足侪人帮助足侪人行好，但是伊破病要死有人是准备甲身躯洗者想讲可能停伫遐准备可能爱甲伊安葬但是大家看到即个好人足毋甘就去到即个鲁大所在甲约伯3天去请即个彼得来，哇彼得来了遐拜托较紧的啦，两个人约请较紧的啦有人已经要过星期拜托的就甲带来
遐嘛有足侪迄个官夫啊，徛伫迄个边啊，逐个伫遐吼甲吼就摕迄个刀架甲因三角比的时阵吼，内衫啦、外衫啦，互伊看吼。啊，彼得就叫因出去，跪伫遐祈祷。彼得为着即个刀架祈祷，后来就当心甲即个刀架讲，大比来起来，大比来起来，这就是一个迄个宣告，一个命令，奉主的名，大比来起来，感谢主吼。果然神迹发生了，伊目睭就拍开了，就拍开济，啊，彼得甲扶起来，好，大家礼拜就欢喜甲吼，还是欢头喜地吼，大家讲哇，都较好个，即个好人哦，真正上帝该救我，该救我，好，我就受过去培养，所以吼，足侪人吼，因为即个信念来信主，即个道家吼，当然。伊就是行好，但是有发生即个代志，但是上界要紧的，伊是一个主的门徒，伊真正是一个有信心、佮有疼心的人，伊会当发挥伊的疼心来帮助足侪人，所以足侪人就足少年伊想到伊要死，大家都足唔甘的，大家伫遐目屎啦、目屎滴哦，就赶紧哦，是免怎去请这彼得来，感谢主。透过彼得的祈祷，伊对死过活，真侪人吼就信主，伊为了主做一个足水的见证。兄弟姊妹，好人歹做，要行好也无简单，咱的俗语有一句话讲哦，好心倒咧饿啦，歹心地王无，就是讲哦，好心颠倒哦，我可能哦，迄个我关心别人，别人无咧关心我。讲人好，互人欺啦，马好，互人骑，这俩古语是讲人善被人欺啦，马善被人骑啦，但是兄弟姊妹，这是这个俗语咧讲，无一定是真理，实际上，保罗甲提摩太讲咱哦，就是爱行好，有机会就行好，到时就会修成。到时就会修成你所做绝对无空你着无爱无空这个道家真正是一个行好有信用的果子，所以伊经历对死过活。兄弟姊妹，咱爱尽这个本分，我相信这是主爱咱做的是主所欢喜的。第二，咱毋茫会当来不断来结出这个。信用的轨迹，这信用的轨迹就是行好的轨迹头拄读的圣经哦，这个希伯来书讲哦，咱就对着耶稣常常用恶乐做者来献予上帝，这就是承认伊的名的嘴唇所结的轨迹。独咱毋通袂记得爱行好甲关键的代志，因为安尼咱所献的祭这个祭。是上帝所欢喜的，这祭是上帝所欢喜的。兄弟姊妹，咱免来当结出这个行好的果子头前咱就爱欢喜来行好把迄个行好当作一种的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伫提多书第1章第8节提多书是作说是咧教导咱的生活伊讲你着爱欢喜去接待人，就是爱去行好，咱咧接待人。这个提多就是咧教示讲，你要做一个监督，做一个长老，做一个领袖。其实你上基本的简单的特性就是会当欢喜接待人，爱行好。无论什么款人伫什么所在，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感觉有需要时，你就心中你就。欢喜去回应，欢喜去做。伫马太福音12章35节讲，好人对伊的心所存的好，就发出好；但是歹人对伊的心所存的发出歹。咱有上帝会听伫咱的内面上帝是好，所以咱有迄个好会为咱的心来发出。约翰3书11节讲，
所听兄弟啊，恁毋通学歹，恁得学好。哈，行好的是属于上帝，行好的属于上帝，行歹的吼，就是毋捌看到上帝。吼，上帝无伫因的内面，所以伫约翰三书这个记载有一个叫做低米丢啊。这个低米丢吼，伊是一个上帝所用的人，吼，伊就是无咧学歹，干那学好。伊知影讲行好的就属于上帝，行歹的毋捌看到上帝，所以行好这就是咱的见证啊。所以圣经特别咧讲哦，佫有真理吼，甲伊做见证。这个低米丢有真理甲伊做见证，有正人甲伊做见证，伊实是一个好的人，上帝所欢喜的人。那像这个道家同款啊，大家人拢关心的，伊是一个行好的人，属于上帝的人。兄弟姊妹，这就是讲咱做基督徒，咱应该要行好啊。咱行好就是属于上帝的人。你若无行好，哦，你还佫毋捌上帝哦。第二，那咱爱欢喜行好，爱教人行好。伫这个提多书吼，2章30讲哦，佮着爱考验恁中间的年纪大的妇人人，迄个行动举止着爱合伫敬虔吼毋通诽谤，毋通安尼咬念讲一寡无好诶吼毋通做酒诶奴才，着爱做为着迄个好来教世人诶人吼，为着好来教世人诶人。你得用好的道理来教世人就是教人爱行好。确实有真侪人伊有迄个善心，但是若无甲伊鼓励，无甲伊提醒，无甲伊教，无机会，伊也无一定会当安尼去做。所以保罗叫提多甲提摩太，恁拢爱教人爱行好，所以伫迄个提摩太前书6章18、10到19节安尼讲你着爱烦恼遐个，就是伫今生好业的人爱行好。你着爱伫好事的顶面好业，甘心来写事，欢喜供给人，为了家己来积成迄个好的根基，好的根基。咱透过行好，会积成即个好的根基。箴言3章27节讲，你的手若有行好的开力，毋通提时。着爱来提互迄个应该得到的人，应该得到的人当然就是需要的人嘛。无需要的人，你互伊，伊也无感觉啥特别啦。有时咱奉献即款的帮赞减在1000块、1000块对无需要的人，这可能是无啥重要。但是对需要的人，可能真要紧啊。有人讲台语一句话改成讲一角银的啥？迄逼死一个迄个应用好汉啊啥？你为啥无钱哦？即个裤袋内底地磅纸哦，就行无路呢？连要创啥都无法度呢？要去食一啥物件嘛，得有钱才有当买呢？无拢买人，有人就是去偷摕呢。美国的社会，你问讲做好嘢嘛有真善的，所以因的法律竟然允准讲你若去共摕物件。摕这物件摕偌济无付钱无犯法，无犯法啦。美国个后一款的法律啦，这个社会我无钱我无人借，我去人摕物件来借当然，迄就是考虑讲真正有的人真正拢无钱通借巴肚就是要我紧毋敢，所以才做即款的代志。兄弟姊妹有行好的开力，咱毋通提时咱得到上帝恩典，所以咱欢喜来将上帝恩典来分享出去。所以箴言3章28节讲你遐若有，你都有即个物件，你就毋通甲你的厝边讲去啦，明仔载才过来啦，明仔载我才互你啦。你即马都有，你叫讲明仔载过来，意思咱。要行好，咱就是毋是干那讲叫人行好，咱就是爱会当行好。所以第3点，这个提多书2章7节讲，你家己凡事爱显出迄个行好的模样啊！你爱
显出个行好模样。你来有迄个好模样，毋通干那叫人行好，啊，家己我若爱做。啊，提摩太前书2章10节讲哦，只要有好所行，只是你有所行，这就是你才是迄个自称是迄个敬虔的妇人人。你讲你是敬虔的妇人人，你就是爱有好所行，安尼才有合宜。你是行好的人，就是你敬畏上帝人，你毋通叫人去做，家己爱去做。这也是真要紧。咱也会当做，咱就是爱做。捌听到一个故事，迄个故事是咧讲伫咧足寒的冬天有一个工作的妇人坐迄个马车暗时去欣赏一个歌剧。欣赏歌剧中间，迄个歌剧中间当然有做甲一个真爽享的一个人，哇，伫遐非常的艰苦哇，这个工作的妇人伫遐感动甲安尼流目屎真艰苦心嘛，哇，这个人安尼到即摆遮寒的天气无人遮艰苦，伊感动啊流目屎。但是迄个载伊来到即个歌剧厅的迄个车夫外口冬天寒到要死伊穿安尼薄薄伫遐寒到要要死去伊拢无感觉。当然这是一个风气啦。你敢若看到剧咧感动，但是伫你身边这人寒到要死，你连关心都无关心。雅各书2章15节到16节讲，若是兄弟还是姊妹，因疼摕，搁无通食，恁中间有人对伊讲平安啊平安啊，恁会当食饱穿烧但是恁竟然无要予因所需要，安尼是有什么利益所以咱就是爱有信心，得爱有行为敢若信心无行为，这个信是死的兄弟姊妹，咱爱有这个好的所行搁爱热心来行好提多书2章14节啦，安尼讲，伊为着咱来放杀家己，来救赎咱脱离一切罪恶，搁称起咱来，互咱会当做伊的百姓，咱就是爱热心来行好。兄弟姊妹，咱今日信主得救，做上帝的囝儿，做上帝的百姓，咱就是爱热心来行好热心行好意思讲，你就是爱热心伫这好所行咱伫好所行的顶面，咱就爱来表现出来欢喜去款待人欢喜去帮助人咱就爱热心来做。这热心行好是一个蒙福的源头。伫以赛亚书58章7节到11节，安尼讲伊讲若讲到你好款待厝内人，上帝的确要赏赐你光明，搁互你满足。这就是咱一般伫华语咧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应你行好的家庭，你一定有足多好但是你若行歹的家庭，你就是会发生足多歹行好有时看咱敢是讲付出，那像食亏，那像我着爱物件好人，但是圣经上帝讲，你有好人的，就有好你的甚至上帝搁互你较济所以咱着爱热心来行好。搁提多书3章1节，甲恁讲你着爱提钱正人，恁着爱顺服做官的，这系掌权的，爱趁伊的命令来备办逐项的好事，备办行逐项的好事。兄弟姊妹，咱着爱有备办咱要去关心别人，咱着爱有备办，咱着爱互咱常常准备有机会，咱就会当帮别人。因为咱毋是干那为家己活，咱也咧为着别人活。这个世界有足侪问题，基督的苦难也是咱会当来真正来参与伫基督的苦难
这是咱每一人爱做的。伫马太福音第25章咧讲审判的时阵，就讲我枵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做人给你互我带，我汤巴摕你互我穿，我破病你来看，我伫家里你来探我。这个我是啥？兄弟姊妹，这个我就是你甲我。咱若做这个代志，伫智慧世中间的一个，就是主伫主的身躯顶。所以伫审判的日，主耶稣啊，我当时来看你，我当时互你食，我当时互你穿，你做伫迄个智慧世一个，就做伫我。所以你会通到我入去主人所赏赐咱创世依然甲咱陪伴的欢喜快乐。咱好人。圣经讲，你人民颂扬人，就是借钱予耶和华。你的行法，你的所行的好，耶和华得给的行利。兄弟姊妹，咱有提出的，就那加天，毋过有人真当生，毋经提出，反倒当会颂扬。咱欢喜好人，咱就得到丰富。咱就爱来行好。这个行好，毋是勉强的，是甘心的。是甘心的，兄弟姊妹，希望咱会当来结出行好的果子，这个信仰的果子，除咱咧学乐敬拜的果子，咱做传福音的果子，咱也会当来结出这个行好的果子，来应用上帝。感谢主！这帮参加迄个亚洲论坛影响咱的国际年会，中间有一个嘛是真感动，就是。迄个乌克兰的宣教师来台湾这个可惜人伊虽然倒转去上帝遐，但是伊伫咱遮建立教会伊的妇人人，伊的查某囝拢继续咧做这个工，所以因做一个乌克兰的人，伊的国家拄着即款的战争，拄着即款的凄惨，足侪人因为战争毋若人。亲人死去，国家带来足大的破坏，生产少。你想战争中间的人生活好过无？当然是足歹过啊！大家拢无物件食，大家拢饿禁敢。所以感谢主，因着发挥迄个听影响力，因着尽力展开这个撒玛利亚的行动，就是。来帮助乌克兰的教会，互遐个教会透过这所捐献的钱、所捐献的物件无论是三个特奖，互迄个所在的教会会当做这个慈善的活动、行好的活动，迄足侪人拢无的，大家拢来甲教会排队，就是头拄牧师你咧讲，咱咧米饭的时代，大家去领米粉，去领这个牛奶粉，这个物件，这是上。基本爱生活的物件，所以当咧面包一送，3只手大家都摕。感谢主，后来伊毋是干那得到面包，因阁得到疼，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伫迄个战乱的所在，迄个囡仔毋是干那枵尔，心内受伤惊吓，无平安，迄才是严重。但是当教会当帮助你的时阵互迄囡仔会当恢复迄个平安、迄个喜乐，是何等的感动啊！兄弟姊妹，咱今日伫咱的社会嘛同款，我相信大部分人拢是真丰富，但是我哪有人真欠过人。透过咱小小的听心，用基督的听来分享互因，相信咱毋若敢将这个需要互因。有一天，因会感受到迄个疼，先有一款的疼，有一款的平安，有一款的喜乐，会当互因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希望咱会当透过咱对主领受的信心，显出功效，互人知影，咱当好事拢是为着主来做的，当好事拢是为着主来做。咱到底所有智慧世一个在主的身躯顶，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予阮会当伫即个圣诞牵手听无限的主日，阮三个来想主，你爱阮行好。
这是阮的本分，这是信仰的果子。你爱信的人有得救的见证。主啊，阮会当结出这款的果子，阮唔但要结出恶乐的果子、传福音的果子，更爱结出行好的果子，来互主欢喜。也互真侪人因为阮所发挥基督的疼心，为因所做的感谢基督的疼。主啊，愿你的疼满满伫阮的中间，啊，诚侪祝福到伫遐需要的人，佮有足侪人嘛得到饱，互因会当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充满伫因内面。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即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咱的国家今年有真侪台风造成的损害来祈祷，嘛为着咱的国家会总有算会当顺利来通过，嘛为着真正伫世界战争的所在，伫苦难的中间互即个苦难会当紧紧来结束。咱为着新当选的美国的总统来祈祷，互伊会当带美国人民会当和好，会当互国家甲发展，佫会当祝福全世界。现在咱为着咱伫即个感恩节，咱有关会活动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咱，望会当诚侪祝福伫咱所徛起的社区，嘛为着即个圣诞牵手听无限即个活动来祈祷，也望通过即个听行动，也当将主的福音来传播伫遮咱的同胞的中间。咱也为着咱的即个11月30有赞美操20周年的活动来祈祷，也求主祝福。为着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兄弟，你有啥物款的祈祷，带来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殿中，特别阮要奉你的圣名，为着阮台湾。主啊，因为今年的台风带来侪侪损害，无论是伫花莲、伫台东、伫高雄、伫屏东、伫台北、伫各所在，求你手的手伫阮的中间，帮助这受灾会紧紧得到恢复。主啊，为着阮的国家特别伫国会，主啊，为着这个国家总预算有真侪的公放，但是求你也帮助一切当顺遂，下伫人民的需要会当通过。带国家头前有更较好的进步甲运转。最后说，阮也特别为着这个世界，因为战争带来侪侪破坏，侪侪人伫真夭饿艰苦绝望的中间，需要你的疼，需要主你的救恩。愿你施恩怜悯，愿你帮助透过侪人的听心，诚侪祝福伫因的中间。所以，阮伫阮的社会虽然看起来是好业，总是因缘需要关心的人，求你互阮会当发挥疼心。所以，阮为着美国祈祷，望总统会当带人民和好，互国家发展，
互伊整个世界得到祝福。主啊，愿你收看顾。主啊，说阮将阮的教会做阮所做的活典的时光，特别赞美操20周年，嘛过去所做的所结的果子，当献互你，会当继续头前的路，上帝你带领。主，阮感谢。主啊，感恩节阮也有关怀活动，求你感动侪人，会当透过听心的行动，成做侪人的祝福。主啊，所感谢你。主啊，阮将阮六个肢体拢仰望你，为了将圣母兄弟、地万国姊妹、秀万姊妹，主啊，做伫癌症治疗中间的，主啊，伫福建中间的，伫安养中间的，主啊，所有这一切，愿你施阮的手，甲因同在。主啊，所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感恩的节期，也是要迎起圣殿听的节期，互阮会当有你的听充满伫阮的心，也互阮有信心，通做你爱阮做事，会当结出侪侪好的果子来荣耀你，也有侪侪人得到帮助。主啊，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因有无同款的祈祷，为着因的身躯的软弱祈祷、病痛祈祷，因的拄到的困境艰苦，无论是肉体上、物质上、心灵上的，主啊，求你知影的需要，主用你的恩典充满伫兄弟姊妹甲因同在，听因的祈祷，互主你的恩典对天降落，充满伫阮的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啊，这请坐。请这束收奉。而且咱也会当利用迄个奉献录啊，哈，最少咱拢会当参与伫即个听行动，望也会当透过即个福音，救恩的福音，也会到伫这个需要人的中间。啊，这请起立来吟奉恩诗。耶和华以勒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总是用恩典甲平安甲阮三角之地，保守阮平安经过每一天，殊荣工商一尽行通，也赏赐阮教业的文士通教主同工，补救阮的欠缺，互阮一生行伫你所赐的丰盛当中。当阮诚心献上阮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经文、文士。诚做教会圣工路用，求主甘纳，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肯382首，399首。
是保守你的指示，到永世道。祝祷请陈牧师。让恁通平安去，互主的听充满伫恁，互恁会当来不断结出行好的果子、学乐的果子、传福音的果子，互恁伫至圣的真道上来起造家己，伫圣神来祈祷，伫上帝听，互恁会当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伫永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